继续嘛是高雄的消息，为着要来抢5倍券的人客，来推出着高雄券。只要你喺高雄消费满额，就来送7000块的高雄券。但是讲今仔要送出着10万份，事先嘛讲无清楚，民众是相当的不满。高雄市经发局讲会阁研究来加码。同款伫高雄，讲会当用200块的5倍券来换400块的相款的夜市仔券。但是要对换嘛来限制着时段，所以第2波才来领到5倍券的民众根本就袂赴换，这民众原来真不满。经发局嘛来回应讲，会阁来做调整。是要好5倍券更较好用咧，高雄市政府推出加倍券，伫港岛消费满额就送1000块高雄券，甚至为了提振相款的夜市啊，会使用200块5倍券换400块的相款的夜市啊券。延过宣传的记者会，有相关的理事长上台抗议。阮明仔载摆11点要换，为唔登记都无也未登记。其实太仓促了。相款的夜市券，干那过时段会使领，那咧登记第2波才领到5倍券的民众根本就袂赴换。政府的好意像这种事情你们要先准备，先公布给市民。当然，在后续绝对我们会继续带这个没有问题。唔那安尼，经发局进前咧宣传的所谓设定的方案，后来讲分配到的高雄券，干那10万份，互民众袂甲变过。认为讲，什么规则应该讲得清楚，又会去设定这个所谓券，即马佫袂使改啊。我就觉得有被骗的感觉，因为本来是想说省了纸本券的那个纸本的消费，所以才绑数位券。当然，在相关的这个加码，我们也会同步的来做考量。市政府公布真侪项5倍券加码的方案，但过民众认为讲配套措施做无完全，引起混乱。经发局嘛回应讲，方案的措施拢会依照实际状况随时做调整。